呢啲先係台山最獨特嘅文化。探索100座避，時間為午後建築。新寧鐵路遺址建築探索。本期咧就從紅陵站出發到涌嬲站。咁根據艾水哥嘅提示咧，火車行嘅路線唔係縣道，而係縣道隔籬嘅鄉道小路。火車沿住鄉道小路經過新安花園咧，就會到達跨過涌嬲河嘅木便橋。依家已經改成混凝土橋啦。咁過咗橋咧就到涌嬲糧倉啦。咁當年嘅涌嬲火車站咧就係設喺呢度。咁今次咧係我第2次嚟涌嬲墟，依然覺得佢係一個好熱鬧嘅墟市啊！好多人唔知道咧，其實台山最獨特嘅文化咧，就係遍佈喺城鄉各處大大細細嘅橋墟。墟咧就係古越族嘅土話，意思就係市場或者集市。台山橋墟最大嘅特點咧，就係墟中有樓，樓中有墟。佢同開平碉樓咧係有好大嘅區別嘅。開平碉樓咧就係防護性質嘅，而橋墟樓咧從構思開始就係行商業性嘅路線。佢除咗以騎樓為主體之外咧，仲包括碉樓同埋洋樓等多種形式。咁佢嘅墟日咧都係好有意思嘅。每個村莊或者墟市咧，每個月都有3次擺墟嘅機會，等各個地方嘅人過嚟趁墟交流。例如涌嬲係逢5嘅墟市，咁隔籬斗山鎮同埋其他鎮嘅人咧都會嚟涌嬲趁墟。咁到咗斗山係逢3個墟市，涌嬲咧就同附近鎮嘅人咧都會去斗山趁墟。更重要嘅係咧，點樣管理橋墟係有非常詳細嘅管理制度嘅。咁舊時嘅人做生意都話咧，無商不奸，漫天要價。但係華僑咧將西方嘅管理制度沿用到橋墟。咁西方做生意咧就講求不二價，個售價係幾多咧都會明碼實價咁樣列出嚟，包括選址啦、定名啦、店鋪嘅高度同面積啦、攤位分配啦、股份額度等等啦，大到股份分紅，細到環境衛生咧都會列入其中。仲特別強調要對橋墟進行民主管理。董事會咧會由各個姓氏嘅家族代表組成，任何嘅股東如果有重要嘅提議咧，一定要聯合1/5以上嘅股東，請求董事會召開臨時會議，超過半數嘅股東同意咧，先可以施行。呢種超越傳統嘅生意觀念咧，就變成咗商業觀念，直接加強咗墟市本身嘅商業價值。單講呢個100年前嘅股份制咧，後尾咧都係用咗好多年先可以將佢復興起身。咁當然啦，真正等橋墟走上繁榮嘅咧，都係因為新寧鐵路嘅開通。新寧鐵路以強大嘅運輸力量咧，將台山帶入世界市場。曾經有學者為台山橋墟作咗副對聯，上聯咧就係貫通中西古商市，下聯咧就係獨佔鰲頭橋墟樓。新寧鐵路第1期嘅路線21個站咧就已經全部行完啦。咁雖然位置咧唔係十分之準確，咁講明係低配版嘅艾水哥啊嘛，知道大概嘅路線咪 OK 咯。咁如果你有好嘢要補充咧，歡迎評論區留言。綠村站同埋斗山站喺前邊咧就已經拍咗啦，有興趣嘅網友咧可以翻下留意翻。如果你踩車咧唔好踩呢種泥路，因為踩完之後咧我部車就入咗廠啦。咁下期咧我哋會開啟新寧鐵路嘅第2期路線，公益到北街，睇下有咩新發現啦。